貴執使咗22億，由原本車程2個鐘變成2分鐘嘅花崗峽谷大橋，9月28號正式開通啦！我哋美味假期收到風，第一時間就做咗呢條筍條出嚟俾大家，俾各位老友記先睹為快。我相信成個香港就得我哋美味假期係第一個做出呢條線路嘅全港獨家專列。西九出發，高鐵純白5天，團費2999起，會帶大家近距離去感受花崗峽谷大橋嘅震撼。橋面到水面距離625米，全長2890米，打橫打洞都係世界第一㗎。黃果樹、萬峰林、馬嶺河大峽谷啊，呢啲都係貴州最熱門嘅景點，我哋都會去。全程廣東話導遊講解，唔使班老友記聽唔明我哋嘅煲東瓜，住嘅話肯定唔會揀呢啲房啦。全程5星標準，一定俾我哋老友記玩得開心啊嘛！仲會安排咗我哋嘅少數民族高山流水晚宴，仲送各位每一位苗族嘅紀念品。出嚟高鐵站仲有歡迎儀式，情緒價值拉到爆棚啊！咁樣嘅行程你哋覺得點？評論區話俾我聽。如果感興趣嘅，私信留低你嘅聯繫方式。我係阿龍，下次見。